向上而打開，那首歌最喜愛 ，rock OK， hip hop 也 OK， 廣東歌嘅風味，插上線總有咁瘋癲，有歌聲有明天，有你想聽，也有我想聽，節奏接近的心跳聲。即生樂壇 Candy 黃家晴熱鬧樂壇。歡迎燈神 Hello， 大家好，我係 Colin Candy。係啦，歌曲就叫燈神嘅，咁啊就住呢首歌嘅派台呢個歌名咧，尋日嘅嘉賓 The Hurst 都有條問題留咗俾你喎，我哋即刻解答咗 The Hurst 嘅問題先。既然咧你首歌就叫做燈神啦，想問下你嚟緊世界盃覺得邊一隊會贏咧？係啊，我尋日咧都有見到啲 fans 咧，佢叫我你要準備定呢個問題喎，咁樣啦。咁我尋日就做咗啲 research 啦，我就咧決定去揀我出生年份嘅世界盃冠軍巴西隊。OK， 呢位燈神係揀咗巴西嘅，咁我聽下咧世界盃嘅決賽嘅時候咧，巴西嘅進程係點樣啦？睇下會唔會真係俾佢登咗啦？呢首歌曲咧係 Collar 嘅Candy 咧第二首嘅 solo 作品咧，繼續都係 Wyman 填詞嘅。啱啱我哋開麥之前咧，咁啊已經開咗 IG Live 啦，咁啊粉絲們已經好，啲晴天娃娃好眼利啊！見到你個台面上面已經有本 notebook 咧，準備咧一頁一頁咁樣介紹呢首歌㗎啦，係嘛？係啊，本身其實我覺得我最近咧我覺得尤其是經過咗出第一首歌之後，做咗好多自己一個嘅訪問啊，活動咁樣咧，我覺得我自己嘅係健談咗嘅，outgoing咗嘅，變咗 E 人。又未去到 E 人，但係我會覺得我自己而家冇咁緊張咯，所以我本身都喺度諗緊究竟需唔需要有本 notes 喺度咧？咁但係咧，我自己都有少少不安啦，所以我就都傍住係啦，旁身係開好啲嘅安全感。不過 Candy 話今次咧就寫得冇上次咁多嘢㗎啦，寫少咗㗎啦，因為好多都喺晒腦嗰度啦。嗱，出咗直白之後咧，繼續都係 Wyman 嘅歌詞啦，而你有同團隊講就係話由直白去到燈神咧。
好似開始有一個人格人設出咗嚟喎，喺呢個歌曲個人嘅歌曲嗰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係啊，因為出完直白之後，其實覺得個反應都唔錯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好似我好適合呢一種曲風咁樣，咁所以一開始喺前期準備第二首歌嘅時候，其實團隊佢哋好 firm，即係話得㗎啦，我哋唔使開額外一次會，直接聽 demo 啦，即係因為想揀嘅歌或者嗰個曲風其實都想同直白係即係有啲唔同，但係都會係大概類似 pop ballad 啲嘅，係。咁所以你幾首 solo 會唔會都係呢個方向咧？嚟緊其實我覺得出咗燈神之後，會更加想鞏固呢一個人設，即係會覺得，尤其是我覺得見到 Wyman 出咗個 po 啦，佢就話覺得我嘅聲底係好適合呢一種陰公妹豬歌慘情嘅歌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咁都幾好啊！即係第三首即係當第一年係有一個好一貫嘅vibe 啦，可能下年先再試一啲新嘅東西咁。哦，嗱咁啊咧，呢個人設慢慢浮出嚟啦。咁你其實本身個人係咪都有少少呢個陰公豬嘅呢個性格嘅咧？你好似好硬淨喎，我哋認識你，知睇佢團綜啊，到而家啊，都覺得你唔係呢種陰公豬嘅妹妹嚟嘅喎。我覺得其實我唔係陰公豬㗎，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嗰種陰公豬喺譬如燈神咁樣啦，其實佢係有份倔強喺度嘅。即係譬如歌詞裡面，其實佢係一直滲緊一啲明知自己其實自己都知道自己唔啱啦，但係都沉落去啦，係啦，仍然都好堅持咁沉落去。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特質係同我係相似，即係譬如打波，以前打波嘅時候，即係就算係逆境波，其實未到最後一秒都唔會放棄，要堅持落去嘅嗰種特質，我覺得呢份倔強其實係相似嘅。咁你有冇同我 Wyman 溝通過？喂，其實我都唔係咁妹豬嘅咋，我都好硬淨㗎咁樣。佢先寫到呢一句啊，最尾呢一句，但我這麼要強，前面後會重傷，也來吻你。咁我冇，但係咧，我想有一個有趣嘅事情，就係我同 Wyman 有去IGDM 咁樣啦，然之後咧佢就話一開始有啲擔心份詞會太過所謂 MK，佢就驚我唔中意。咁但係我就話其實唔係啊，我好中意，因為我自己以前都係中意聽呢一種歌啦，同埋我哋大家都覺得而家樂壇好似少咗呢一類好苦戀啊苦情嘅歌，即係而家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曲風啦，唔同嘅主題啦，就好少呢一種題材，咁就覺得好似其實如果我負責呢一種曲風或者呢個題材，其實都幾好喎咁。MK 妹豬，所以咧 Wyman 由直白嘅時候，其實佢都有少少人設feel 到呢一個女咧係想唱啲咩類型㗎啦，都擺咗呢個愛情放得好重嘅呢一個角色落去㗎啦。嗱，直白嘅時候，佢第一句話直接喜歡，直接討厭啦，係咪？去到呢個咧妹豬歌啦，燈神嘅時候，喂，其實佢有好多嘅選取嘅喎，要擇公字，究竟同唔同呢個人繼續一齊啊？咁樣嗰個心理設定係點樣㗎？即係你自己係咪都係好糾結㗎？其實我覺得係當中糾結，但係其實內心係知道自己想點。其實同直白嗰種直接都係有少少相似啦。即係直白嗰種直接係你要去其實都係聆聽自己啫嘛，忠於自己啦。咁其實呢一首歌都係一樣，即係旁人點樣去勸你話呢個男仔真係唔好嘅，你唔好再同佢一齊啦，佢對你咁衰，你都知㗎咁樣。但係就係都係其實最後都係翻去自己，就係我都係好中意佢，我都係要同佢一齊，即係唔聽其他人點樣講咁樣。你自己應該冇呢個經歷㗎，係咪？係啊，都係幻想出嚟嘅。係。咁你錄音嘅時候點樣咧？錄音好搞笑嘅，因為咧徐浩本身都有問我我想問你有冇試過一啲可能分手好痛嘅經歷啊咁樣啦，然之後冇喎咁樣啦，即係佢嘅戀愛經驗係尚淺咁樣啦，所以佢最後咧就用一啲方法演技啊，佢就話你試下幻想其他女歌手，如果你唱呢首歌嘅時候，佢個語氣啊，佢個高低起伏啊，抑揚頓挫會係點樣？試下模仿佢哋。咁我記得我嗰陣第一個浮起嘅女歌手係 Winka。Winka 係啊，因為可能一來係大家同一個團成日都會聽到佢嘅歌聲啦，咁同埋我自己都平時係好中意聽 Winka 嘅歌，咁所以我就自己喺度幻想如果 Winka 唱呢首歌嘅時候會係點？即係佢啲語氣、佢啲氣聲會係點嘅咧？咁樣。
所以你係即刻上身咁樣就演繹咗呢首歌啦。係啊，即錄係當音嘅時自己係 Winker。候，你可唔可以示範一次？本來黃家晴錄呢首歌咧係點樣嘅？再有 Winka 上身嘅時候個分別係點樣？ Winker 係會多咗啲滄桑氣聲咁樣，即係係可能佢唱個 first 嘅時候，佢就會嗰啲尾音咧會有多啲氣咁樣。哦，所以你都放輕翻係咁樣啦，係就唔好太實淨咁樣唱呢首歌。嗯喂，徐浩今次呢個主導，你覺得同上次阿 Randy 有啲咩嘅分別啊？即係佢哋兩個都好兄弟啦嚇，同直白跟住錄呢首歌嘅分別係咩啊？你覺得？今次錄音其實係淨係斬開咗兩 part 去錄嘅啫，即係上次可能係逐段逐段咁去錄啦，然後可能某啲句子再單獨咁樣錄啦，但係今次可能係淨係第一個 verse 去到第一個 chorus 完咗，咁樣成段咁去錄，然後再後半段咁樣去錄咯。咁所以今次可能係想嗰個感情嘅推進嘅連貫性強啲，即係譬如第一個 first 到第一個 chorus， 其實嗰個高低起伏已經有少少唔同啦。咁如果連住唱嘅話，咁嗰個連貫性就會重啲咯。OK， 同埋你都係會講呢個故事啦。即係 Wyman 都話啦，開始嘅時候就係擇公字啦，究竟揀邊一邊咧？跟住去到第二段嘅話，唔好揀啊，好倔強噶啦。即係橫掂呢一生都係反覆試驗噶啦，我就繼續中佢唞埋去啦，都唔揀啦咁樣。你自己個心情除咗要有 Winka 嗰種可能氣息啊，或者佢嘅唱法之外，你自己個諗法係點樣咧？其實係有一種自嘲咯，即係因為徐浩都有話，其實呢首歌唱嘅時候個感覺唔係要好 sad 咁樣，而係反而譬如有歌詞會話每次摘豪亦會輸真的無言，即係嗰種無言其實係自己同自己，即係我都又衰咗啦，係啊，我都佩服自己啦，即係嗰種自嘲，所以係。喺語氣上面，佢又話：你試下，你自己都覺得自己好好笑咁樣，即係啊，即係覺得自己好蠢啊，好傻啊，即係自嘲一下咁樣。係啊。OK， 咁去到後面又比較開始硬淨啲噶啦，我唔理人點諗噶啦，我都係繼續係咁堅持要咁樣咁強噶啦。咁嗰個心情係咪又有反覆嘅另一段咁咧？最尾其實係有一種就係自己要。戀愛腦咯，我會話係啊，有我沉啦咁。係啊，即係無論前面發生啲咩事都好，去到最後我沉澱完之後，我都唔知點解控制唔到地去繼續想挽留你啊，想去繼續同你一齊去繼續呢一段關係咁樣。呢個係咪最貼近 Candy 自己咧？我覺得我自己唔係，而一個局外人，但係咧，我亦都聽過身邊有啲朋友係真係即係戀愛腦嘅朋友啦，佢係話。佢可能成日都會講啊，佢另一半嘅點樣對佢唔好，佢自己去呻咁樣啦。但係到最後咧，我以一個局外人，我就會話：咁其實佢都咁樣對你，咁點解你仲要同佢一齊咧？咁其實佢都有話，其實係一種控制唔到。係啊，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呢一個故事咧係好即係好容易令到大眾有共鳴，因為我覺得無論男同女都一定有戀愛腦嘅人啦，咁所以佢哋大家都會有可能相似類似嘅經歷咁樣。係，正如呢個文案所講啦，即係希望可以扭轉呢個燈神嘅宿命。我選公仔那面，然後揭曉，卻開自某那一邊。每次摘號亦會輸，真的無言。難道我所有直覺都歪了點？無謂再選，以一生反覆試驗。再不用叫我抽籤，永遠都抽到5籤，說實我都太厭倦，總猜輸多尷尬，但幸運極遙遠，誰能傳頌相反的結果？我不愧其人，平時胡說今天天氣好，有人知天變暗，多想我
選的愛侶，原來行下去都不相襯。我有時都相當費解，怎麼當初揀了你？我也有權愛第二個他，卻少再好奇，是眼光擦，還是沒品味？以為夠爭氣，大概我想證明，旁人要錯自不相稱愛你。其實我想間中可不必這樣投入血本，也不用每次心傷。我眼光偏偏很準，100%選錯對象，手窗變滿情人，但越換越惆悵。誰說這麼黑到底，世間也難尋。沿途前進不該走那方，快看看我的腳印。很少見未中過獎那人，不考我是那種人。連海空黑發覺，誰人能及我這麼配人？我有時都相當費解，怎麼當初揀了你？我也有權愛第二個他，卻少再好奇，是眼光擦，還是沒品味？以為夠爭氣，大概我想證明，旁人要錯自不相稱愛你。來年牽掛壞人時，會用靈寶之力去尋回你。要話無緣與你廝守至死，我有時都相當費解，怎麼當初揀了你？碰見你時那幻象太好，你捉住我手握命，就算早知，其實預感是騙人的把戲，但我這麼要求，前面後會重傷也來問你。燈神作曲由 Y.SIL， 填詞係黃偉文，編曲有徐浩，加埋黃兆銘，監製徐浩，主唱 Candy 黃家晴。大家聽到咧 intro outro 咧係有少少咧2000年嘅味道嘅，甚至真係有啲似張曼芝嘅《任何天氣》嗰噔噔噔噔咁樣，係咪真係做翻嗰啲懷舊少少嘅 K 歌嘅咧？我諗呢個都係我哋Nick Wong 同埋徐浩一齊編嘅小心思嚟嘅，因為都係想有翻2000年代 K 歌嘅嗰個 feel 咁樣。OK，佢哋編曲上面好多心思嘅，其實即係除咗話好唱之外咧，例如喺最尾嗰段啦，喺個臨完結嗰段咧，都有話有個小心思放咗落去，你可唔可以講下？係因為本身 demo 喺 last chorus 嗰度，其實佢係繼續推進咁樣。係啊係。咁然後 Nick Wong 佢就改一改，佢喺頭兩句咧，佢放翻輕咁樣，收一收。係啦，我喺我自己唱嘅時候咧，同埋聽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好似有一種好寂靜嘅痛喺度，然後最後再有一次崩潰，咁我就會覺得個層次同埋個推進會再豐富啲咯。係，嗰個情感就可以推進。所以話你話嗰次唱 live 嘅時候都有感受啊嘛，聽到呢個。係啊，我嗰陣第一次唱 live 唱到最尾個 chorus 嘅時候，我係自己都有啲內心嘅湧動，同埋因為再加上係我前一日咧就喺呢個 social media 就問大家對呢首歌有咩共鳴嘅位啊，咁樣就叫大家分享下啲個人嘅經歷啦。咁有啲人係真係講翻，即係佢喺愛情上面真係有類似嘅經歷，即係可能我記得有一個 comment 係話佢嘅另一半真係有同佢講過類似咁樣，我都唔明點解當初揀你啊。即係我幻想翻個畫面會覺得，哇！如果你中意嘅人咁樣同你講，其實真係好心痛。咁嗰陣我睇完之後都覺得好心痛。咁我唱到最尾係有少少記翻起呢個 comment 呢啲畫面啦，咁就自己內心都有啲情緒啦。嗱，呢啲嘅分享咧，其實可以墮落去嚟緊嘅歌嘅故事嗰度㗎，係嘛？即係呢個人設可以繼續有類似幾部曲咁樣去做 Candy 今年嘅 solo 㗎喎，係咪咧？其實係嘅，因為咧我哋收到燈神嘅
歌詞之後咧，其實會覺得佢有啲似直白嘅前傳啊，哦，即係佢真係巧合地突然之間變咗一個二部曲咧，即係好似燈神係講緊啊你本身同佢一齊嘅時候係，前面係好 sweet 嘅咁樣啦，但係佢後面開始呢段關係出現問題嘅時候，但係可能第一次分開咗之後，仲會想繼續挽留啦，但係直白係你好似已經清醒翻先啦，揀好啦，係啦，清醒翻就係唔兜圈啊，係啦，繼續欺騙咁樣，去到最後其實係你要去做翻自己，同埋你要揾翻自己，唔好繼續喺戀愛路沉船咁樣咯。咦，咁一於繼續呢個故事延續啦。嗱，上次 Ivy So 咧話啊，我 solo 你應該有3首歌，咁你應該都係嘛？3首嘅 solo 作品。係。咁第3首應該都繼續 Wyman 啦，係咪啊？如果係咁講，希望嘅係啊我希望 Wyman 可以繼續幫我延續呢個填詞故事都好喎。我其實都會想可以試下嘅，或者其實我覺得咧嗰個延續係可能有一段新嘅關係係 sweet 嘅，即係我覺得其實點樣都可以係一個延續咁樣。不過其實主題都未定嘅。係，但係歌方面係揀好㗎啦，係嘛？即係你都話想可能啊，好唱啲嘅pop ballad 歌啦咁。會我諗曲風係揀好嘅，嗯曲風都明確，但係到真係其實而家都仲係收緊 demo 嘅階段，我諗都可能呢1-2個禮拜話會想揀好，然後就早啲準備咯。係，因為可能下半年有其他好多嘅工作咁樣係啊嘅。喂，我頭先咧，我哋喺度聽緊呢一首《燈神》嘅時候咧，都有問 Candy 啊，你覺得自己喺直白嘅時候同呢首《燈神》聲音上面或者有冇分別？因為兩位監製唔同嘅處理噶嘛，可能有啲高音啲，個 range 闊啲咁樣，你覺得有咩分別啊？今次燈神呢首歌，佢嗰個range 係闊過直白嘅，咁但係哇，啱啱阿麗好勁，佢係竟然發掘到沉啲咯，呢首歌係咪啊？今次因為我記得徐浩係真係有叫我啊，你試下唱嘅時候嗰個 tone 係低啲，係咁就感覺佢會把聲厚啲啦。一來係啦，係因為我把聲本身係比較高音啊尖咁樣啦，咁所以把聲厚啲就好似會有一種鋭啲咯，係啦唔係咁即係會再痛啲，係啦，冇咁妹豬嘅感覺。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喺整體上面，燈神呢首歌係個 tone 有個新嘅係低啲 tone 啦。係 OK，咁睇下第3首歌嘅時候，又到時係點樣？好。 OK，嗱呢首歌咧就有個 MV 大家都睇到啦，聽講都有啲得意嘅係狀況出現咗喎，即係除咗男主角之外啊，係啊，係嘛？個天氣啊，因為本身我哋係改咗1次期嘅，哦因為原本嗰一日我哋拍嗰日咧，個天文台係預測係好橫風橫雨，總之天氣好差嘅，咁所以就改咗期啦。係咁點知咧喺我哋改期嗰一日咧係紅雨。再係衰啲嘅係啦紅雨添佢夜晚，先紅雨，即係差唔多拍晒先紅雨啦。咁但係我就覺得我係一個好幸運嘅燈神咧，就係喺我所在嘅地方，今次係揀咗啲比較偏僻嘅地方啦。咁我喺全日都冇落過雨咯，淨係得陰天咯。你晴天娃娃出動咗喎。係啊，所以我覺得哇，都係一個幾幸運嘅一個際遇。 OK，所以大家咧可以睇埋呢首歌嘅 MV 啦。嗯咁跟住嚟緊嘅歌，除咗諗住幾時推出第3首，有冇講嘅？即係 solo 嘅歌。嚟緊，咦睇下你，Ivy 冇講啊。你哋係咪有一齊派歌啊？同一日派啊？諗住。其實又唔知，哦係啦，都未傾嘅，但係嚟緊就因為嚟緊咧就好快就有團嘢啦。團歌啦，係啦，可能咁所以可能係過咗團嘅東西，嗯就年尾咯，可能。 OK，你自己年尾啊？你自己有啲咩工作？有冇拍劇啊、舞台劇啊嗰啲演出會？可能大家會知道㗎咁。嚟緊應該會拍劇嘅，嗯係啦，係舞台劇就其實我自己都好想，因為上係咯年試咗舞台劇之後咧，自己真係好中意，好想咯，所以希望都可以再有機會去參與舞台劇。好，大家咧希望你爆料啊！團歌有幾多首啊？Candy，團歌有幾多首？我哋有幾多人啊？哇，即係有7首啊！我唔知啊，唔會咁多。唔係我問題嚟㗎。問題。唔係啊，即係我喺度，我突然間喺度諗緊啊，幾多個人咁要唱幾多首，要分配咁樣，係啊，唔係㗎。唔係嘅，都聽講係有諗住向住大碟嘅方向出發嘅喎，係嘛？唔係唔知，我咩都唔知，唔係好記得啦。係，我要翻去睇下我啲嗰個 schedule。係啊，嗱呢首歌咧就唱過 live 啦，仲有冇機會可以 live 嘅時候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啊？或者2首一齊唱啦咁樣。哦，呢個都會想嚟緊，希望都
希望其實我覺得想有多啲嘅表演嘅商演啊，哦或者 school tour 係係啊，希望會有 school tour 可以去表演呢首歌咁樣。係嗱，兩首歌嗰啲孖住唱都幾好嘅，跟住嘅情緒嘅推進應該都幾好 feel 咁係啦，跟住加埋年尾嘅三部曲咧，就係一個好完整嘅故事啦。今日咧大家話啊 Kenny 進步咗好多啊，冇睇嗰個 notes，冇及佢嗰啲 notes 啊，你仲有啲咩補充係未講㗎個 notes 嗰度？係差唔多好多嘢喎寫咗，其實係啊，差唔多都講晒㗎。差唔多講晒啦。OK，咁啊，最後咧 Candy 要留低一條問題咧，俾下一組嘅嘉賓咧。我哋下一組嘅嘉賓係 Gigi 張曼芝，咁佢首歌叫《只要一起不守本分》。你有咩問題想問 Gigi 咧？係，我就想問 Gigi，如果你遇到燈神，你會向燈神許邊3個唔安守本分嘅願望咧？哇！等1點之後咧 ，Gigi 就解答 Candy 呢個問題啦。多謝晒。 Thank you。叱咤樂壇 Candy 黃家晴，熱鬧樂壇。